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夜半奇談。今日我哋講嘅係牛頓同埋安娜貝爾。吓，佢兩個有咩關係啊？我可以好肯定、很肯定咁樣話俾大家聽，佢兩個係冇關係嘅，只不過係兩個話題我都想講下咁啫。一個就係世界末日預言，一個就係鬼娃又出嚟作惡。咁我哋首先就去睇下牛頓世界末日預言。牛頓除咗係出名嘅英國物理學家之外，佢嘅數學、天文學都好出位嘅，被認為科學史上最有影響力嘅人其中之一啊。佢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，但係佢一啲都唔守舊㗎。佢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聖經，佢喺聖經年表其中嘅預言裏邊，寫過唔少神學有關嘅文章同埋筆記。喺佢其中一份手稿裏邊，佢就已經推測咗2060年係世界重啟嘅日子，就即係聖經裏邊嘅預言世界末日。英國每日郵報同埋美國紐約郵報嘅報道話，根據牛頓手稿顯示，佢深入研究聖經，加上以科學推算出嚟，世界可能喺2060年重啟，就即係世界末日啦。到時世界會面臨瘟疫、戰爭、國家分裂。佢亦都相信基督將會同聖徒重返，喺地球建立一個持續1000年嘅和平地方。加拿大國王大學教授話，牛頓末日論係基於但以理書嘅時間推算出嚟嘅。教授仲話，牛頓喺1704年嘅手稿《世界末日信件》裏邊話，好多人過度解讀聖經，隨便咁就推算咗世界末日，所以唔準，反而令到人唔多相信聖經嘅預言。就因為咁，牛頓手稿裏邊講明，佢唔係要推測確實嘅時間，佢只係為咗阻止其他人隨便推測。報道話，教授表示牛頓理論蘊含咗深奧嘅宗教意義。佢仲話猶太人將會重返以色列，喺基督第二次降臨前重建聖殿。咦？咁兄弟會準備好未啊？重建聖殿喎，大家知唔知道㗎？重建聖殿係最初期、最早期嘅兄弟會要做嘅信念嚟㗎。佢仲話，現代物理學創始人唔係科學家，而係哲學家。對牛頓嚟講，宗教同我哋而家嘅科學之間係冇抵觸嘅。世界末日信件而家係保存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嘅展櫃裏邊。牛頓26歲就已經喺劍橋大學教學，除咗數學、科學之外，佢仲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煉金術同埋聖經年表。佢雖然虔誠，但係佢係唔同意當時主流三位一體嘅宗教觀念。有人話牛頓用咗一生嘅氣力，係致力了解上帝，不論係自然還是係聖經。報道就係咁樣講啦。你哋又信唔信世界末日呢？有人就覺得有開始就有終結，我就話每個人嘅世界末日都有唔同嘅睇法。有啲冇嘢做，冇錢使，冇得 wet， 冇得去旅行，冇生意，冇錢供屋，冇錢交租，甚至乎冇 WiFi， 都已經係世界末日嚟㗎喇。究竟世界末日係會點嘅呢？真係有人會知道咩？有傳太陽能裏邊嗰粒太陽能好快就會用完，呢一個傳聞我好細個已經聽過㗎喇，真係從細聽到大。細個聽嗰時好驚㗎，自己又唔想死啦，又唔想屋企人死啦。咁究竟太陽能用完會點㗎？冇咗太陽，冇陽光，冇溫暖，全個世界黑掹掹，好凍？定係用完嗰一刻就爆啊？爆到毀滅全球？
究竟個世界係點樣末日嘅呢？大自然嘅災害毀滅，定係人為啊？如果係大自然毀滅嘅話，人類又有能力去敵得過大自然咩？又譬如話有啲地方從古到今都有㗎喇，有啲低窪嘅地方早早就已經冇咗㗎喇，咁算唔算嗰個地方嘅世界末日呢？又有啲地方可能係重建，原本有名有姓嘅地方冇咗，一代代咁樣流逝，以前嗰啲地方已經冇人知道啦，咁又算唔算嗰個地方嘅末日呢？如果係人為，人類停止向上發展就冇事噶啦。咁大家估下，人類肯唔向上發展呢？其實呢啲嘢聽下就算啦，唔好太過認真。特別係聽完唔舒服嗰啲人，聽完有不安嘅感覺，就唔好聽咁多啦。我自己認為就冇世界末日，只係我哋人類自取滅亡就真。你哋又點睇啊？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知你哋點睇。唔想打字嘅留個公仔都得。如果唔係 YouTube 又唔係我呢條片㗎啦。唔該踴躍留言同點讚，多謝各路英雄高抬貴手。好啊，而家我哋又睇下安娜貝爾搞乜鬼。我唔記得幾多年前已經聽講過佢走過一次出嚟㗎啦。安娜貝爾大家一定唔會陌生㗎啦，就係一出鬼片嘅主角，亦都係華倫夫婦嘅收藏品之一。而家仲係擺喺華倫夫婦嘅靈異博物館裏邊。聽講最近又走咗出嚟作惡咯。話說佢喺紐奧良巡展嘅時候，有人話呢隻有嘢嘅鬼娃走甩咗，喺當地造成混亂。而華倫夫婦靈異博物館嘅負責人都出嚟澄清啊。負責人話阿鬼娃一直都受控㗎噃。博物館負責人仲向紐約郵報話，安娜貝爾已經安全返去康乃狄克州門羅市嘅博物館。佢話喺5月中做過一次巡迴展覽，等一啲超自然現象嘅愛好者一睹阿鬼娃嘅風采咁話。但係阿鬼娃就從未失控過。佢話佢哋運送鬼娃同埋處理都係用最謹慎嘅措施。根據報道話，就算有天主教神父在場巡展，都平息唔到外界嘅議論。安娜貝爾喺5月13號同埋14號造訪幽靈城市旅遊公司辦公室嘅時間，當地連續發生大事。包括5月15號洛托威古宅火災，同埋第2日嘅奧爾良司法中心走犯啊，走咗10個犯啊。幽靈城市旅遊公司嘅創辦人話，一開始佢以為喺 IG、TikTok 上邊嗰啲人係講笑嘅啫，但係佢冇諗過真係有人認為發生嘅事係同安娜貝爾有關嘅。有網民喺佢公司嘅 Facebook page 度留言，就話個留言係咁講嘅：你哋點解唔將佢擺返去原地啊？唔通你哋冇諗過佢點解會被安置到喺嗰度咩？有啲嘢最好就唔好掂啦。咁又係喎，一動不如一靜啊嘛。博物館負責人仲話，為咗安全，工作人員會喺展箱上邊用特製嘅聖水同埋聖油。仲喺展箱嘅周圍刻上十字架。巡展全程都有請到天主教神父鮑伯幫鬼娃祝聖，包括移動前、巡展期間同埋回歸博物館。呢個鬼娃原本係屬於已故嘅知名超自然現象研究員華倫夫婦，佢哋嘅靈異博物館而家係由佢嘅女婿接手經營。佢仲係新任英格蘭超自然現象研究協會負責人。但係博物館而家就係仲未去對外開放嘅。報道就係咁講啦，咪就係咯，喐嚟喐去做乜鬼啫？一動不如一靜啊嘛。大家聽完覺得點啊？你哋點睇啊？呢單嘢
將佢咁樣拉埋嚟講都得㗎咩？嗬？走反又關佢事，火燭又關佢事，佢喺唔喺嗰度啊？要發生都會發生㗎啦，啱唔啱先啊？我睇呢就似賣廣告多啲咯。你哋聽咗啦，你哋又點睇啊？對於華倫夫婦嘅另類收藏，你哋點睇？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知，記得雀躍留言點讚，唔鍾意打字嘅留個公仔都得，唔係 YouTube 又唔幫我買呢條片㗎啦。唔該晒各位兄弟姊妹啊，多謝收聽。